詩篇90第10節咁樣講到，設家hết thảy在世間裡70歲係強80歲，那攏總設家世間裡經過嘅，佢係各樣嘅痛苦，一下子過hết，然後就冇hết，係咪啦？因為到時間人類咩研究在世間裡，假設人講緊，那人內歲曉識到90、100，然後也係會離開呢個世間，所以一個經節講設家啲約翰14第1節咁樣講到，一個心無少無腳無煩，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穌基督。你約翰14第2節咁講到，即天父當個按到為所，係講冇嚟講，我當然冇講呢啲，因為到我去阿計，我準備講。為所不義，你耶穌基督講一家啲，佢來了世間死在十字架，3日因後佢復活，40日因後佢墮上天家，因為佢從天家來，佢係墮上天家，準備講為所不每一人相信佢啥，所以佢交代一家，你心無少，相信天父，相信佢，一天能賺得到天父嘅啲，這樣人自己要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。係一叫做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